最近有马尔地夫官员伫社群平台骂印度的总理莫迪，这两国即马关系有变较紧张，恐加嘛影响马尔地夫的观光。因为印度一年有超过20万的游客会去马尔地夫游览，这是伊嘛是马尔地夫主要的外国观光客。白色的沙坡、水浅海面，南亚国家马尔地夫旅游业占经济产值的1/3，国际游客来去拢无断。不过最近算上大的客源国印度差袂煞。进前，印度总理莫迪亲身落拍一支印度的观光宣传片，影片公开了后，随时有真侪印度人来取赞俄罗本国的美景。延误所有3个马尔地夫的官员伫社群媒体讲目的是小偷顶歹听话。虽然3个官员已经停职，游玩和两国的关系变甲真紧张。印度驻马尔地夫官员随即向马尔地夫外交部表达强烈的关心了后，印度催配嘛调进马尔地夫驻印度的高级专员。I didn't visit Maldives, but being an Indian, born and raised in India, definitely my heart goes for India. 印度第2大旅游订购平台 Is My Trip 催配嘛宣布无限期暂停马尔地夫航班订购服务。去年印度有超过20万的游客拜访马尔地夫，虽然暂停服务会流失部分国际游客，平台依然坚持保卫国家的尊严。There are about 3 lakh passengers who fly every year from India to Maldives. So we are letting go of this business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our homegrown destination like Lakshadweep. 事实上，马尔地夫按新总统莫伊做去年11月就任了，外交上就慢慢向印度行远，转去甲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。若中马两国去年互免签协定生效以来，去马尔地夫佚佗的中国游客数量持续增加，人数敢若比印度甲罗西亚较少尔。目前总统莫伊做嘛当咧中国访问，双方有计签订投资贸易等几项协定。公视新闻杨岩编译。